Afghanistan 这个东南方这个省份，今仔日发生规模6点的大地震，目前已经超过280人死亡，死伤人数可能继续增加。投资病例目前已经探超过35国，即阵也探入来咱的亚洲地区，当然新加坡和东北亚、南韩拢出现案例。今年7月初，香港回归满25周年，香港委任总督 Chris Patten 就批评中国已经全面违反香港自治的承诺。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咱要来关心阿富汗这个大地震造成死伤的这个咱讲到今仔日的台湾时间透早5点左右，在 Afghanistan 东南方这个巴格达省发生规模6点的大地震，至少已经造成280多人死伤咱讲这个死伤人数恐惊会继续来加悬，因为这个 Afghanistan 呢尚无4条大断层来经过，加上过去咱讲战火不断，当地政府和民间拢无能力改善建筑物的这个安全，更若拄到规模较大的地震，都会造成真大的伤害。直升机扑啦扑啦带来气流，互降落所在四周的民众甲救援人员身体无都徛直，大家拢赶紧闪一下。直升机停好了后，四周围的人赶紧甲受伤民众送入机舱内底，准备后送到较大城市的病院来接受治疗。根据外电引用美国地震研究中心这个单位的讲法，这个地震达到规模6.1，东源的深度是51公里左右，介伫中层的地震到浅层的地震中间。也因为阿富汗当年真善车，伊个经过真久的战乱，政府甲民间根本无能力来改善建筑安全。这个规模较大的地震，就真的造成厝拢倒去，民众大量死伤的灾情。路透社这媒体报道，东涌所在划过阿富汗甲巴基斯坦边界，所以讲除了阿富汗，东涌四周围500公里，包含印度甲巴基斯坦两国在内地区，拢会使感受到地震震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讲法，位在欧亚地震带顶面的阿富汗，至少有4个大的断层带经过，所以讲地震对阿富汗来讲是直直发生的代志。联合国的人道救援专职机构统计显示，过去10年来，当地因为地震死亡的人超过7000人。另外有记录以来地震，以1998年的2个大地震上界惨重，敢若是罹难的人数合计就超过6300人。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可来看到中国，咱讲5、6月是华南地区大水期的这个时阵，最近大水河就造成真严重的这个水灾。咱讲广西桂林24点钟是落破400毫米大水是害千多名村民拢无法度走险，掉伫咧庄内，救援人员呢是冒险撩水赶紧抢救。为空翕镜头看去，真落的黄水已经互人分袂清河还是路，一寡厝甲树啊，敢若看到尾。这是广西桂林局部地区，为19到24点钟，落雨量竟然400毫米，造成上千的村民走袂赴。搜救人员紧急出动竹排一家一户救援。400毫米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知道，400毫米可能在北方有些省区，它1年的降雨量才能达到400毫米。广东韶关为顶个月2日累积雨量742毫米，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新高。受到连续落大雨影响，广东珠江流域河流的水位全面涨悬。第19韶关市区出现积水，大片农田差不多被大水淹去。经过这区的经光列车也被迫停开。另外，伫英德市积水到脚头污。消防人员用光的用爱撩水，甲居民救出来。伫福建县上溪县，今仔18即天累积雨量都超过226毫米，是当地历史上上界大的大水雨。全县有一半的土地拢浸入水内。伫福建南面地区有轿车掉伫淹水车岭县的路的。气象专家是讲，夏季季风偏弱，使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慢慢向北散，国加北方冷空气路南，地区雨大长期停伫南方。中国国家气象中心是讲，华南地区的福建、广东、广西3省为5月初到6月中累计降雨量有621毫米，是1961年以来历史的降期新高。雨量为2日开始才明显减弱。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关心日本产经新闻，伊讲中共全国人大召开会议审议反企业规划法的这修正案，加强对科技公司的这控制。另外，咱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立陶宛会按照欧洲联盟制裁这个原则来切断罗西亚货物的运输。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伊讲英国通货膨胀即阵是来到9.1%，创下40年来的新高。
另外，咱讲到这个英国这个国内能源甲食品拢会是大起价。另外，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讲，中国收集全球个人的资料，因为公安单位正咧建立全球上大间的资料库，呼吁大家都要注意。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咧，国会拨乱案听证会调查，指出 Trump 施加压力，引发到国会拨乱的事件。另外，同款来关心美国，咱讲到顶个月这个德州参议院啦，吼，咱讲到这个发生到校园的这个枪杀案，即阵伫咧参议院来展开到听证会。咱讲公共安全部主任就大骂，咱讲警察真正是失灵，老师甲学生迄时阵是等待1点钟14分个8秒，才有巡逻的警察队入来教室要来救啦，吼。搁较惨的是，咱讲当时教室这个门根本就无锁起来，现场负责咱讲指挥的警察局长煞咧等人摕锁匙来，受害学生的这个家长哦，咱讲搁有这个德州参议员都要求这个警察局长爱辞职落台。学生大家用偏爱共款走出教室，警方是伫外口接应。德州沃瓦德学校的枪击案发生将近1个月了后，一直出现检讨的声音。德州参议院拜二举办调查听证会，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克劳指控警方严重来失职。 3 minutes after the subject entered the West Building, there wa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armed officers wearing body armor to isolate, distract, and neutralize the subject. The only thing stopping a hallway of dedicated officers from entering room 111 and 112 was the on-scene commander, who decided to place the lives of officers before the lives of children. 麦克劳讲，当时已经有19名警察伫教室的走廊外口待命，也毋过教室内底师生足足等1点钟14分个8秒，甚至连真侪家长都已经赶到现场，确实无看警察有任何积极动作。Faster. They were there without proper equipment. I saw there 15, 20 minutes later they came with their shields. Like that should have been in their cars, going in, not waiting 30, 45 minutes to get in. 最后是有美国边境巡逻队成员入去教室，甲凶手拍死。会误救援事件的现场指挥官有真大责任。The on-scene commander waited for radio and rifles. Then he waited for shields. Then he waited for SWAT. Lastly, he waited for a key that was never needed. 外界原本以为案发的教室门互歹徒锁起来，不过听证会甲老师的发现，迄就是教室门根本无锁。担任指挥官的沃瓦德学区警察局长阿雷东多，即阵是证人拢伫指责，包含受害学生的家长甲德州的议员拢要求伊爱落台。阿雷东多是向媒体表示，一旦40分钟才下令行动，受到避免爆发枪战。这场重大的枪击案夺走19名学生甲2个老师的性命，除了暴露警方严重的失灵，也互枪击管制问题搁再受到议论。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搁来看到 Lithuania 是即阵讲按照欧洲联盟对罗西亚制裁管制罗西亚外汇的 Exclave Kaliningrad 这个铁路阻挡差不多当地5成货物的这个运输，因为这个外汇的 Kaliningrad walk in Baltic Sea， 嘛互这个 Lithuania 甲 Poland 互包围起来，含罗西亚本国无土地直接相接这个所在，铁路运输拢需要 Lithuania 这个帮忙但是即阵货物运输受到大阻挡，罗西亚就呛讲一定会来报仇。业伫个欧平甲北约成员国波兰甲立陶宛中央的加里宁格勒居民感觉惊吓危险。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即卖货物无法度入来。Или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т того, к чему мы привыкли до вот этих событий. 官员呼吁居民唔通遐尼惊吓买物件，表示已经有2台船伫个加里宁格勒甲圣彼得堡中央来运送货物。另外，还有7只船伫个今年年底进前会加入。Но мы все же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разум у наших соседей победит безумие, которое сейчас они творят. 加里宁格勒瓦波罗的海伫个立陶宛、波兰的中央，这是俄罗斯的飞地，因为和俄国无陆地接触，伊的边仔去互其他的国家包围掉着。铁路运输需要借道立陶宛，立陶宛伫个18开始，照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甲加里宁格勒进出口的大量货物使用的铁路封锁起来。欧盟制裁的清单顶悬主要有涂炭、金属，还有建材材料，含进前者的先进的技术。加里宁格勒的州长阿里汉诺夫表示，禁令涵盖当地进口差不多有50%的货物。立陶宛安尼做会引发俄罗斯的愤怒甲警告。На подобны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треагирует.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окажут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аселение Литвы.
俄羅斯外交部伫21日召見歐盟駐俄大使強烈抗議，要求都要解除禁令。歐盟是呼籲俄羅斯要冷靜。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nning of transi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blockade. I appealed to the Russian side to remain cool-headed, not to escalate. 立陶宛强调并无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运输，只是依照欧盟制裁采取行动。因为莫斯科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即马听到莫斯科咧海产，感觉真口水。加里宁格勒的前身是东普鲁士的首府戈尼斯堡的港口，伫个1945年二战的尾期，互苏联红军占领，并且列做领地。这块飞地有俄国重要的战略地位，嘛是重要的港市。陆路防切断了后，俄方的海运也阁有空运一定会增加。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国际上要紧要带大家来看，讲7月7日就是咱香港回归25周年啦吼。因为咱讲中国甲英国有签订一个声明但是讲香港是50年无要来改变，但是即阵拢是一场空啦吼。香港每任总督 Chris Patten 批定讲，伊就批评中国啦吼。伊讲咧已经全面违反着香港自治的承诺，伊嘛出册来讲着互即阵咱讲北京政府啦，互即阵的香港人有影心是脆糊糊。另外咧，咱讲着即回敢若一人参选调香港新任特首的李家超，嘛伫7月7日当天来就职。伊接受中国央视访问的时阵，伊就讲要提升少年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感。不二个咧，香港人拢感觉对未来香港真正无乐观。中国红色国旗挂伫香港街路上，7月7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第6届特首李家超也要伫迄天来就职。就任之前，伊先接受中国央视的专访，讲到未来愿景。另外，这首要任務除了振興經濟以外，伊講嘛要提升少年人對國家的認同感。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also they may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 activities that will make them understand more of, say, the overall philosophies of our country. When we have successful achievements, then they feel part of it. 李家超认为，过去25年，一國兩制伫香港會使成功來落實。而即要卸任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是認為，港版國安法的發布應該一個非常嚴重的框架踢掉咧，對香港的未來是更加樂觀。I become more optimistic about Hong Kong's future because we are now brought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李家超甲林鄭月娥支持一國兩制，不過香港的每代總督彭定康20日發表新冊《香港日記》，表示這段香港讓人感覺心碎，批評北京全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對香港高度自治所講的承諾。It's pretty heartbreaking when you see what's happened to those peopl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ers. Mr. Lee would be to encourage his wife and children to keep their British passports. 彭定康對着習近平真做獨裁者了後，造成香港嘅人才流失真嚴重，感覺失望，對香港前景無樂觀，也認為習近平對香港嘅做法損害中國嘅長期甲長遠嘅利益。感嘆表示，相信香港是一個偉大城市，希望伊擱再一擺偉大。記者綜合報道。財經話題，帶大家來關心台灣美國商會今日發布2022年台灣白皮書，針對供電、佮開放邊境、人才這個議題向咱台灣政府提出建議。這是個美國商會嘛講，舊年這白皮書，台灣政府敢若5項有做到改善啦吼。伊望講台灣政府應該佫較積極淡薄啊。另外咧，白皮書嘛呼籲講台灣緊和這個美國簽訂 BTA 雙邊貿易協定。俄羅台灣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國際關注。台灣美國商會發布2022台灣白皮書，呼籲政府把握接後轉型的黃金時機，簽訂全面性的貿易甲經濟協定。所以台灣要繼續消除原來貿易障礙，或者是至少佇高敏感度產業展現協商的意願。第一要務就是美台雙邊貿易協定。我們希望這個架構倡議呢，能夠也是很快的把內容就雙方能夠同意，然後開始走下一步。
美国商会调查有77.9%的受访企业对电力供应表示高度烦恼，在确保能源稳定也是政府即马爱正视的问题。另外，还有人才劳动市场重组，加在安全的情形之下开放边境，比如此类的议题。台湾美国商会伫2021年列出87项，不过统计落来只有5项议题列为已经解决，比2020年原本创下上好纪录13项一半，还佫较少。在今年的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其实有特别的提出这个 urgency 啊，就是急切性。台湾其实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头，我们希望它不要迟疑脚步。除了提供台湾政府建言以外，商会也向拜登政府呼吁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参详，也鼓励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要求行政部门今年应该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讲这全世界上好起来的人就是 Musk 啦，伊这个后生动手术了后变做是查某囡仔，人讲伊即阵开始要向法院来请求，要解对老母的姓，目的就是要和 Musk 切断所有的关系啦另外一方面，咱讲 Tesla 一礼拜进前才大动作来通知讲要裁员10%，引起着员工的反弹。Tesla 即阵就员工要化工嘛，甲 Musk 改告啦告伊违法甲因洗头路。全球上好业的人马斯克，伊的家庭状况受到大家关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马斯克因后生夏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打才满18岁，做换性别的手术变做查某人了后，4月份向加州洛杉矶高等法院申请改名，嘛申请新的出世的证明。除了要求把性别为查甫改做查某，嘛决定要改做对因老母的姓，而且把伊的名改做维维安·珍娜·威尔逊。原因是伊无要甲因老爸带做伙，嘛无想要甲因老爸有任何的关系。维维安是马斯克甲伊第一任的看守贾斯汀·威尔逊生的囡仔，因两个人已经伫2008年离婚。因为马斯克支持共和党限制下性别权利相关的立法，嘛要去用指控歧视下性别的人士。维维安敢是因为安尼甲因老爸见面，引起外界的关注。甲马斯克有关系的话题毋但这一件，特斯拉柏林厂今年3月才请人开幕尔。第一条说风声讲，为了影响经济衰退，马斯克决定伫3个月内，甲特斯拉10%的员工裁员。结果有2个累花达厂的员工，因为去用洗头路，抓去法院甲告，因指控特斯拉涉嫌违反美国劳动法内底大规模裁员，而且头家爱提早60天通知的规定，因为因拢是伫咧红洗头路进前1礼拜才接到通知。尾仔马斯克有回回讲，特斯拉裁员敢若影响员工总数的3.5%，不过伫咧1年后，在业甲算点钟的员工人数拢会增加。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节时间，咱再会。